大家好，我係蔡司。網上面就好多人問有關電牌嘅資訊啦。今集就同大家喺機電工程署嘅 Q14 度睇啦。咁標題咧就寫明係冇電機嘅學歷嘅，所以你透過以下方式考完出嚟咧，咁啊係得牌照嘅啫，就冇學歷嘅。咁啊 A 牌咧大概就係中專啦，B 牌就係大專啦，而 C 牌咧就係大學嘅。A 牌嘅考試咧就包括工藝試同埋筆試嘅。A 牌有學歷嘅課程咧就包括咗職業訓練局嘅文憑啦，咁同埋香港建造學院嘅文憑課程嘅。而冇學歷咁課程去考牌嘅話咧，就都可以去建造業議會嘅工藝測試嘅 A 牌考試嘅。不過合格率一定係冇讀課程出嚟咁高啦。除咗呢兩個機構，中電、港燈同埋港鐵咧，好似係都係有課程同埋學院咧，係培訓呢啲 A 牌嘅人嘅。不過相關學院讀完出嚟咧，就已經好明確係喺嗰個機構度就業噶啦。而 B 牌咧有學歷嘅課程咧就係職業訓練局嘅高級文憑同埋香港建造學院嘅高級文憑。而 B 牌嘅考試咧就係純得筆試嘅啫，咁都可以去呢個考評局直接考啦。不過合格率係得幾個 percent 嘅啫，咁所以非常之建議大家咧，其實係讀學歷咧就合格率就高好多嘅。C 牌嘅學歷有機電工程署認授嘅咧就係 DI 香港科技學院。一樣咧，淨係得筆試嘅啫。冇，如果唔係機電工程署認授嘅學歷嘅話咧，係需要咧提交證書去俾機電工程署去審批嘅。電機工程嘅學歷咧，其實唔係淨係得電嘅，包括電力工程、屋宇裝備同埋機械都係涉及嘅。希望今集嘅資訊幫到大家考牌。拜拜。